而家嘅女性比起男性更加喜歡選擇比自己年輕嘅對象，想揾個後生過自己嘅伴侶，不再是男性嘅專利。今年一個涵蓋多達6000個成年人、4500次相親約會嘅統計中，明顯發現女性偏好年長成熟嘅男性，已成一個口頭嘅說法，而非真實嘅互動偏好。先講結果啊，首先就發現男性年紀越大，吸引力都係變低，男女雙方都偏好比自己年輕嘅人。統計上嗰一條碌呢，幾乎一模一樣。就算單獨分析40歲以下嘅女性，都係沒有出現傳統所講要揾個年齡大過自己嘅擇偶偏好。另外，大家所謂理想嘅年齡，去到真係面對面交流嘅一刻，幾乎沒有任何實際嘅作用。甚至見到對於成熟上嘅偏好，男性反而更加多。喺呢個研究中，男仔如果遇到只係比自己年長1至5歲嘅女性，浪漫嘅吸引力不單止冇下降，反而有所上升。原來而家啲男仔真係中意姐姐啊！咁呢個報告嘅延續討論中呢，比較冇意義嘅就係，當女性經濟獨立之後，會更加依據自身喜好去選擇一個伴侶，實現戀愛自由。例如位於中高收入，講緊每年賺緊15萬美金左右嘅女性，會更加勇於同一個比自己年輕嘅男性拍拖，都係㗎。譬如我總結今年我做嘅個案入邊，超過60%嘅情侶已經係女方嘅收入比起男方高，差別可以多達3至4倍。當一個女性唔再需要俾人養，愛情仲可以點樣定義呢？眼見而家身邊都仲有將就嘅婚姻，但就冇咩將就嘅愛情啦。咁最後研究人員有一個小建議，俾仲係單身嘅朋友，我就擺咗喺留言區嗰度俾你慢慢睇啦。